很高兴我们今天在度过130周年士林教会的生日之后，我们再一次来到礼拜堂，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聚集。我们今天是第131周年最先开始的培灵会，透过我们所邀请的黄牧师，他要将上帝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启示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未来的接下来的131周年、132周年，甚至更长远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以合一的心来迈出我们的脚步？我们请青年团契一起带领我们来赞美敬拜。感谢神，今天是社教130周年培灵会，让我们聚集在这边，邀请大家我们一同站立，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可以拍手。你是做新事的神。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必来，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必来，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会带领我们继续在士林教会成就新的事。现在我们一起从头来唱。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新的，新旧新必来，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掌声、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现在单单来到你的宝座前，恳求你圣灵亲自运行在这个会堂当中，愿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要渴慕全新的生命。放
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缠累，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恩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恩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抓住你唯一的主，恩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恩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恩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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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是的，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
强。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是的，全能的主宰，全能的主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坐着为王，你是那掌权者。我们相信你拣选我们，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软弱，看见我们的需要，但是你也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所能够展现出来为你服侍的能力。父神，我们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你所赏赐，由你来的赏赐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拣选来服侍你，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引导我们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可知的现在及未知的未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掌权者是你，叫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把你这份美好的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我们在庆祝士林教会130周年生日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不是只有看见过去，不是只有停驻在现在，而是让我们能够有一致的眼光，让我们看向未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同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主动的走向我们的邻居，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好邻舍，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禾场在哪里，让我们能够走进你为我们预备的禾场里面，让我们在这个禾场里面能够做光做盐，成为你所爱的子民，也为宣扬你的福音的缘故，不亏负你拣选我们服侍。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你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面对我们生活上可能的艰难，我们都因为你而得到克服，因为我们无所惧怕，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父神，我们要再一次的求你亲自来带领黄牧师，开黄牧师的口，让他将你的话语透过黄牧师的口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运行，不管是在现场的会友或者在线上的会友，父神，你的灵无所不在，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亲自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灵里能够与你同心，在你的灵里能够与你合一，在你的灵里能够有共同的看见你所要我们走去的禾场，看见你要我们士林教会走向什么方向，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中，在我们的邻舍中，我们要怎么样走出你要我们走出的生命样式。
父神，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17到24节。以弗所书4章17到24节。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郑重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而活。他们心地昏昧，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而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既然他们已经麻木，就放纵情欲，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脱去旧我。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志更新，并且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黄哲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黄牧师目前是在我们长老教会的总会负责研究发展中心与21世纪台湾宣教运动的事工。今天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守护心灵，迈向生命。我们一起欢迎黄牧师。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士林教会130周年的生日之后，我们重新聚集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动工，让我们愿意认同士林教会，委身士林教会，一起在福音的禾场上面共同见证你的大能。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先爱跟大家讲，不要去看这一章的大纲了。为什么呢？因为新酒要用新皮囊来装，新酒爱用新皮囊来底啦吼。老实讲，当我互干事这张了，我一直在想，130周年的培灵会，对我来讲是一个压力。刚得很简单，只要把上帝的话讲完就尽了责任。专题演讲也很简单，只要把专题讲完，我就尽了我的责任。培灵会、培灵会，我都在问说，我真正的有没有让大家的灵性得到成长？所以对我来讲，有一个压力在咧啦吼。这个压力中间，所以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透过培灵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变成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当中，让我发现说，特别经过了2月18号的和会，我跟你讲，我不是外人哦，我也是士林教会的一份子。哦，我不是外人，我也是士林教会的会友。哦，所以第2月18号的和会了后，到伫顶礼拜，咱三甲做伙伫遮，科牧师用我是谁的灵舍来做讲道了后，我开始重新把整个架构打掉了，无搁照这张顶头的本来想要讲的物件。来，互咱先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叫做挪亚方舟。这张图
是一个牧师的孩子，跟我的孩子，那个牧师的孩子，在他把他的一个印象讲出来，他的想象的东西讲出来之后，我的孩子把它画出来了。这张图来的，您看到什么？题目叫做挪亚方舟。题目叫做挪亚方舟，你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铁链，看到了花，看到了荆棘。那个荆棘是什么形状的？心形的。等我看到这张图，当我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我马上了解他们的明白。这是一个牧师的孩子，他知道说，他是在那一艘承载生命的方舟当中，那一艘方舟里面有可以绽放出那个芬芳的花朵，但是也有什么想要定锚的铁链，想要让这台方舟定下来的铁链。但是你会发现到说，他知道说他的父母真的是用爱心去爱他们，但是那个爱心呢，对他来讲却是怎样？都是长着刺的，生气的。爱心既然是长着刺的，这是一个牧家的孩子，他自己想表现出来，到最后请我的孩子把他刺青刺在他的身体上面。这是原图。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请大家记得这一幅画。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生命本来要承载生命的那个方舟，虽然充满着爱心，但是那个爱心却是有许多的荆棘去刺到别人。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旧约学者叫做华特·布鲁格曼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先知式意象》，先知式的意象。在他的中文序里面，我觉得他写得非常有趣。这个是他的中文版的序，他说：“先知式代表具有冲击力和具有诗意的声音。先知借着这声音宣扬他们认为来自上帝的神谕，具有什么？冲击力跟具有诗意。冲击跟诗是非常浪漫的，冲击是什么？怕破物件，想要给人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冲突，但是在那个冲突当中，他继续说。先知强调，生命中的各层面都必须向上帝负责。讲生命内底，大家全面拢要向上帝负责。裁量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上帝的诫命。迄个标准是什么？是讲敢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先知肯定上帝主动参与在世界中，因此世界。尤其是上帝的选民，必须服侍上帝，透过公义顺服的生活。要透过公义甲顺服的生活，伫遐来服侍上帝。伊安尼咧讲，什么叫做先知式？要透过公义与顺服的生活来服侍上帝。所以接落来，伊咧讲，他在讲说什么是想象？想象是种被解放的能力。被解放的能力，它能帮助建构非同常理的现实图像。透过想象，先知以各种不同的隐喻和象征撼动我们的感官。有没有？一开始他讲说，先知是什么？具有冲击力跟具有诗意。所以他说，要撼动我们的感官，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经验到世界。所以，伊继续讲，想象一方面让我们清楚知道，世界必须合乎上帝的公义、圣洁的期盼。若是咱拒绝公义甲圣洁，一定会受到审判。另一方面，
世界，他也让我们看见，清楚看见世界正朝着上帝敞开，领受他的礼物，好叫世界能有新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里面就是那个想象，并不是随便乱想，不是乌白乱想的啦。迄个想象先知式的想象，爱符合什么？上帝公义甲圣洁，爱安那向上帝开放，我爱对上帝遐领受。先知式的想象，他用这样来讲。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咱的教会有异象，我们的教会有异象。许牧师在和会2月18号的和会里面，拿着和会手册，跟咱讲什么？回家好好的看第1页跟第2页。回家好好的看第1页跟第2页，因为我想柯牧师知影，伫迄个所在，就好亲像《箴言》29章18节讲的，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现代的中文的译本，甲这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甲伊翻译做“无上帝引带，人民就放荡无奸”。没有上帝的引导，意向不是随便乱想的，意向是上帝的领导。而且，你如果再去看这个英文版新标准版的圣经里面，他把那个意象翻成什么 ？prophecy， 预言。意思就是讲，意象是上帝的引导，也是什么预言。当咱咧讲迄个意象，教会有意象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 vision 而已，它必须是上帝引导的一个预言。所以，咱若回去有认真甲看柯牧师咧强调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策略叫做什么？外展陪伴，门徒训练。伫迄个所在，柯牧师伫和会手册安尼咧写，而且咧讲，2023年我们是要用守护心灵合一宣教来成做咱的目标。伫迄个所在，有咧讲一心做门徒，双翼齐翱翔，三面满祝福。柯牧师伫迄个所在，毋望咱会使一心做门徒，一心做门徒。啊，咱来准备心要谨慎自守，爱跟所受的呼召相称。安尼来提醒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真的去成为门徒？然后他说，我们要有双翼齐翱翔，一边是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一边是要用上帝的灵的感动，让我们去走出我们的教堂，走出去服侍社区的邻人，要去照亮社区的邻人。到最后，他说有三面满祝福，是我们透过礼拜堂、教育馆跟对面的宣教大楼这个空间，我们提供服务服侍，然后希望可以能够充满喜乐、成长跟见证。哇，一句话来讲，我刚好在网络上截到这个图，找到这个图，写着几个小小的英文字，写什么？有看到我 ？Open house， 哦，要 open house。所以意思就是咧讲，咱毋望通过咱的礼拜堂，通过咱的教育馆甲咱的宣教中心，我们有3个空间。这3个空间，我们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敬拜、成为培育、成为见证的地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3个空间如何达成这些目标？这3个空间如何变成敬拜，变成是教育，变成是见证的地方、培育的地方？这些空间怎么变成这些动力？咱毋望讲，我们有建堂，从建堂要走到见人。咱来问看，建堂甲去做人方式是一样吗？建堂，我们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从开始说我们要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开始讨论
讨论完了之后，请建筑师照着我们的想象开始去画图。画图完了，你可能要去申请建造，然后开始要找营造厂，然后从这一些一关一关，可能经过了一些困难。有拄着困难，伫上帝印出来的面，咱经过，咱甲伊伫遐解决，互咱的教育馆顺利来起做完成。为了这次的培灵会，我也去翻了在总会的研发中心的图书室里面有的士林教会的这个纪念册，包括最新的一本就是我们的建堂的纪念册。才讲那个过程是怎样？问题是建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起造人会使亲像安尼无？咱来先为一个意向，找一个建筑师，然后来讲咱要起造人，咱要用这种的方式来起造，好像不能。咱爱护咱的，我咧讲用，互咱的房屋 house 爱变做 home， 咱叫我都起造人。要让 house 变做 home， 叫我都起造人。要怎么变成？要怎么让这个 house 变成 home 呢？你有对家有看到什么东西没有？其实底下我讲有一个啦，你把 house 前面两个字 ho 除掉 ，home 的前面两个字 ho 给除掉，变做什么 ？use me。这个空间咱嘛无去甲使用，没有 use me 的时候 ，house 未变做什么 home。所以会记得就是安那，不是咧关网，就是要 use me。咱的空间，咱的 house 都爱定定用，伫咧用的中间，咱才会变做什么 home。其实我和牧师娘咧交往的时阵，少年咧交往的时阵，有一天，伊阵甲我问一个问题，讲你对家的概念是什么？牧师娘安尼甲我问的时候，我雄雄叫问一个惊到，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是讲我对家没有概念。是安怎？我对家没有概念。因为牧师娘到尾，伊嘛知影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对家没有概念，因为伊捌伊的同事去到阮兜，做伙咧食饭的时阵，跟他的同事在我家一起吃饭，跟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一起吃饭的时候，迄饭桌顶头点点点，无一个人讲话，所以因只好安那较紧硬菜，较紧白白咧，想要伫遐迄落嘛唔敢伫遐讲。那较紧白白了较走去房间，较开始伫房间内底伫遐笑，伫遐讲声笑。因为阮老爸，我的爸爸是非常严肃的人。当校长，那个校长跟现在的校长不一样，他现在都说他还是校长。今麦校长是因为有孙子之后较会笑啊。以前的校长是不孝的。以前的校长是安那，学生看到伊，大概远远的看到他，赶快闪了，不要被他看见。还有他的学生到现在来讲，在跟他去找他的时候，校长，你会记得迄当阵我们画的图，你安那是一个当面把我们撕掉，他很严格。所以伫阮兜内底，他每天早上大概5点半就去学校。就到台东非常有名的学校，叫做公东高工，天主教的学校。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馆的1楼里面有那个西之平神父的这个有他的介绍，就是西之平神父设立的学校。我的爸爸就在那里服务，每天5点半就开始去学校，然后去跟西之平神父开始去把每一个学生挖起来。叫因起床，然后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生活。5点半我还在睡觉。我爸爸大概哪时候回去吃早餐？
大概9点多快10点的时候，他登去假扎等，我已经在学校了。我放学回来，他仍然在学校里面那底下咧陪这的学生，所以一天见到他可以见到10分钟袂歹啊。所以我从小，我跟我的爸爸的距离是非常的远。什么时候会跟他讲话？爸，我无钱啊，给我50块好不好？要钱的时候会跟他讲话。我到现在为止，写过一封信给我爸爸。那一封信是硬着头皮写的，为什么？被改讲我交女朋友了，硬着头皮写那一封信给我爸爸。所以，在阮家内底那个气氛，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高中之前的那个气氛，我跟家里的关系好像是什么？厝就是我回去困的所在尔啦，家就是我回去睡觉的地方。跟家人的关系好像是什么？亲密的陌生人。家虽然有那个房子，虽然有人住在里面，但是内底人啊那袂亲啊，是生疏的。那个关系是生疏的，生疏到什么程度？我已经联考考完了，有一天伊拄着我，我爸爸遇到我，大学联考考完了，他遇到我，你到底有考大学无？已经考完了，然后他才忽然想到问到：你有考大学无？我讲有啊，但是我就跟你讲，我不要去读大学啊，我要去读神学院啊。这是我对家的那个概念。好，20世纪的后半有一个非常影响非常多人的一个灵修的大师，叫做卢云神父。卢云神父曾经在哈佛大学教书，在1986年的时候，他放弃了哈佛教书的这一个光环，也放弃伊伫哈佛教册这种这份，去到伫加拿大一个叫做方舟的黎明之家，甲10个什么身心障碍者伫迄个所在咧住。啊，其实伊会去伫遐，是因为这是卢云。用1983年有一天的早上，讲伫伊的公寓透早有人去甲试电铃，一大早就有人去帮他按门铃，然后咧，伊就当然有人来试电铃，伊就安那去开门，开门了伊就甲伊问讲安那，这么早来这里有什么事吗？遮早来有什么代志无？是一个。伊的描述讲是一个迄个矮小的妇人，一个矮妇人人，这个妇人人甲伊自我介绍啊，我叫做什么？中文甲翻做什么？严瑞斯啦吼。啊，我就只好因为这是中文，安尼甲翻，我就只好照安尼甲翻出来吼，写出来。我叫做严瑞斯。卢云听伊安尼咧讲，佮甲伊讲什么？你嘛真客气，他讲，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吗？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这个律师嘛悄悄甲伊讲安那，我带来范云妮的请安问候。范云妮是迄个方舟团契的创办人，就是卢云3年后去迄个方舟团契的创办人。伊讲我带来这个范云。请安的问候，伊阵甲讲啊，非常感激我心灵的，所以你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来这到底是为着什么呢？我真感谢，我已经心灵了，所以你来这到底要为着什么？我想到这个律师。准甲伊讲什么？我带来范云妮啦吼，毋是迄个写唔对去，潘医生，范云妮的请安，我带来他的请安。卢云都听讲一定透早来，一定有啥物代志，所以伊阵我甲问讲吼，
你要我到哪里演讲，或者带领工作坊吗？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透早和你早来，一定有什么为着什么目的嘛？他有可能带来一个千安呢？所以就讲，你要到底你要叫我去做演讲啦，还是你要去带什么种的 workshop？ 我会使为你做什么？无想到这个女士准甲伊讲，准甲伊讲什么？讲会使入去领导内底讲无？哦，可以进去吗？女人讲袂使共拒绝啦，做新妇袂使黑白共拒绝啦，所以讲当然会使，毋过我的上课爱开会，一直到暗顿的时阵才有法度，才有用哦。这个女士入去了，阵甲伊讲安那，听伊安尼讲，可以啊，我伫遮等你转来，无问题啦。真正女人都安尼阵出去，互伊入去引导了，伊阵出去上课去开会，安尼无用一步到暗时要食暗顿的时阵，伊较转去。转去的时阵，讲行入去的时阵，讲发现讲哈，是安怎引导他有一块刀啊，刀顶已经安那铺刀筋，吼，搁有蜡烛，搁有啥物一罐红酒，酒杯啊，搁下伫迄个所在啊。伊讲伊看到迄个。对着迄个啥物餐桌，安尼金金上，金金上的时阵，伊就开始问讲安那，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女士准甲讲哦，我是想要甲你食暗顿，食一顿暗顿啦。但是咧，女人伫遐甲讲吼，但是你是对找出遮个遐尼水的物件来。你在哪里找出这些漂亮的东西呢？这个女士准甲伊讲，啊，不是啊，你的柜子啊，你的橱柜里面啊，哦，然后煞落个准甲伊讲一句话，讲你一定不常看看自己的家。迄是啥物？女人的词哦，伊准甲讲吼，你一定。不常看自己的家，他们都在讲 ，house 跟 home 有啥物无共？要变做 home 进前，你爱安那？你一定是安那？定去看领导啦。你自己的家要让它变成 home， 你不会安那？都无去甲看，领导到底摆什么东西，完全都不知道。女人其实就伫迄种的状况内底，她在那边惊讶。所以伫个所在咧讲，家己咧反省讲，到底哪里是我的家？厝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我咧甲阮查某囝问吼，house 跟 home 有什么不同？house 是建筑物啊 ，home 不是 ，home 要有什么？感情。然后对，其实。教会，我们来反省看看，咱来想看卖，咱的教会到今麦为止有没有成为 home， 还是我们只是一个 house？ 第二内底，我们的群体，咱的 community 是什么？我们的群体，这个群体，咱三个做伙这个群体，咱真正有安那，有迄种的 communion。咱有三甲做伙，咱伫迄个所在，咱有亲密无？咱有亲密无？咱有同在无？我想要互 house 变做 home， 因两个无共款，就是讲 house 有可能无 community， 伫遐无 communion， 无交通，无遮迄落，亲像啥物？有人咧甲我讲吼。这叫公寓理论啦，等于到一栋大楼了后，大家人拢安那，等于家己的厝，门开了入去了，安那，厝边隔壁啥物人都拢唔知。然后用这个是现代社会的公寓理论，但是咧 ，community 也是讲咱的 home 是啥物 ？home 有可能亲像古早以前的三合院啦，安那，大家人拢伫遐。
亲戚50伫遐走来走去，逐个人伫遐有亲密的关系，三甲做伙佚佗，三甲做伙耍。安那，一个人去用修理，有可能所有的囡仔都拢会去用修理，讨债。有可能是安尼。鲁云，国讲伊拄着另外一个故事，这是伊去到伫即个黎明的方舟之家了后，伊拄着。用伫迄个所在，1986年，伊去到伫方舟的黎明之家，甲10位身心障碍者带做伙。穿红衫迄个，就是咧讲谈带迄个女士的故事，是即个穿红衫迄位女士讲出来。然后，伊去拄着一个叫做 Young 的一个身心障碍者，我咧甲想，有可能是上边啊即个啦，有可能是上边啊即个是迄个 Young。即个 Young 伊讲哦，伊拄着人。第一句话一定是甲问讲啥物？讲所以你家在哪里 ？So where's your home？ 恁兜伫倒位啦？所以恁兜伫倒位？然后第二句话一定会甲问讲啥物 ？Are you home tonight？ 你下暗有伫无？卢云讲吼，他被这一个第二个问题问到招架不住。是安怎？伊真无闲，定定出外，定定暗时拢无转来。所以转来的时阵，拢会去拄着，也是讲透早，也拄着这个奖，拢会甲问讲安那？你今晚在家吗 ？Are you home tonight？ 对这来看，咱来想看卖，教会有诚做咱的厝，也是教会是咱的 home。还是教会只不过是我们的房子，我们来这里礼拜完回去了，各自四散回去了。教会跟我没有关系了。还是讲，这是安那？是我的厝，我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我时常拢会写着：厝内底大事有好势无？大家在家里面的人，家人有没有平安？会怎样？会打个电话回来问问看。会打个电话来请安，甲伊讲我即马出来伫高雄真平安，请恁放心。也是讲我的老师郭永明牧师定定讲我出去就是敢若一个迄落 No news is good news， 无消息叫做好消息。所以咱来想看卖，何处是无家？咱今日的圣经内底咧讲。咧讲想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讲毋甲过去共款。过去的时阵，何处是无家？今日咱伫130周年咧庆祝了后，咱要往头前行。咱毋茫讲，咱要守护心灵，守护别人的心灵，要守护咱的厝边。可所以问咱讲，我是谁的邻舍？我到底是什么人的厝边？大家人拢有无共款的？何处是无家？过来，咱今仔日下暗会伫厝无？让咧甲咱让的话，我讲真趣味啦吼！你甲咱问你下暗会伫厝无？所以迄个伫迄个内底会记得，咱是一个群体，咱伫遮三甲做伙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法度去形成一间，是一个啥物 home， 也是这个群体做伙是散野野来到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只不过是一个 house 尔，是一个 building 尔，一个建筑物尔。咱有亲密无？咱有人甲人同在无？我毋知你有这种的经验无？我过去时常去我的囡仔抗议，因为伊咧甲我讲话，我咧无用，伊伫边仔咧甲我讲话，哦，伊看我点头点到，伊就足受气的，准停落来讲，爸，我刚刚讲什么？请你重说一次。那听到这句话，我都想死啊！只有甲伊讲安那，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在听。有同在无？所以伫迄个所在，咱会去问这种的问题。如云伫迄个所在，
咧讲是安怎伊会离开哈佛？已经大家人拢想要进入去一个真有名的学校。伊伫咧所在咧讲群体、亲密跟同在，伫迄种所在已经被泯灭了。互什么？互组织、互成功、互财务收益、互权力伫遐泯灭。伊讲 home 厝，就是伫群体、伫亲密、伫同在，袂去互组织，袂去互成功，袂去互财务收益，袂去互权力泯灭的地方，叫做家。厝，你的家绝对不会因为说你今天考试考20分，所以你安那不能回家，要考80分，要考90分，你才会使来回去。有啥物人的厝讲，你今天考30分，你不能回家？我想无啦。你会回家，有可能回家之后可能会被修理，会被念。但是安那，迄个所在是安怎？袂去互组织，袂去互成功，袂去互财务收益。你今仔日趁无100块，你袂使回来。无，家不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咱今日读个圣经，若阁继续甲读落去，你会发现中足有意思啦。咱若有时间，咱甲读，阁继续甲读落去时，你会发现足有意思啦吼。迄个所在其实就是安那，让家要成为家的重要条件。厝加做厝的重要条件，第一重要条件就是讲，你要有新的生活。今仔日咱读个圣经咧讲，你爱安那？伫上帝，你爱安那？23节说，你们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要把自己的心智更新，因为安那，你已经是成为什么？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那是心智更新。咱伫130周年了后，咱其实嘛是安那心智更新。咱有意向，只要有意向，这个意向内底，我们愿不愿意心智更新？就像咱谈多咱的青年团给。带咱咧唱的歌同款，我们有没有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呢？有一本册，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去看。这本册叫做什么？改变生命的54封信。伫迄本册内底吼，这是毕德生另外一位伫加拿大的一个灵修大师新教吼，长老教会灵修大师，伊所写的一本册，讲。其中有一封信内底安尼咧写，咧含伊的朋友安尼讲，伊讲吼，你比我更早察觉到示罗中心的忘我气氛，与有些人日常生活表现并不一致。示罗中心是因一个迄种灵恩的所在吼，伊讲你比我更早察觉讲，甲这日常生活表现无一致。后来我也发觉了，有个朋友的妈妈本来就很凶，聚会结束后还是泼妇一个。讲啊啦，讲有一个妈妈本来就足歹，聚会了回去嘛是继续当泼妇，嘛是阁足歹。过来来讲，我们的历史老师因为见异象、说预言，在示罗中心非常受人敬重。因为伊通伊看到异象，会晓讲预言，所以伫迄个中心内底受人敬重。但是后壁这句话讲，可是在学校却尖酸刻薄，无人能出其右。讲伫校内底尖酸刻薄啦。其实伊伫这张批内底，伊要表达的是讲有当时伊伫咧讲我们的。属灵生命，我要有属灵，我都要属灵。但是迄个属灵了，你阵跟你的现实生活脱离啊。咱的信用是毋是变做安尼？咱的信用是毋是变做安尼？我用两个我的囡仔，伊伫 FB 顶头发出来不满啦吼，来讲伊对教会一寡观点啦吼。伊迄个讲吼。教会同一个人又问我现在在干嘛？还在中立吗？然后用一句足歹听的3字经吼，我无爱读了吼。
我已经第3次跟你1对1说我在新竹做刺青，中立我已经1年没去了，每次见面都问一样的问题，不是我很拽很有距离，是你或你们与人对话根本不在意，讲真的超没礼貌的，都大人大种了，别人在干嘛？在哪里？这种连理念都还没有谈到的，讲过3次还记不起来。来喝我泡的咖啡干嘛？我不在乎你的臭钱好吗？又不是给我的。真的想再来喝，虚伪成这样。这是伊伫 FB 顶头对教会的摩米人发出来不满，他对一个教会的人，他发出来的不满，已经第3次问我在哪里，现在在干嘛，还在中立吗？我已经连续跟你讲3次啊，每次见面都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他自己发出来的一个东西。我过来，这也是他。哦，伊伫咧所在，那是2019年3月15号的 FB 啦吼。又被说为什么没有开导他？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一定要在你面前自残，然后说你为什么不开导我，你才能感觉出我的无力吗？去你的积极正面、乐观正面，去你的虚伪，我已经尽力了。因为他去经验到，他经过一段他的女朋友因为忧郁症发作自杀了后。向问这个，你为什么不救他？一直厝内底，你敢会该安尼甲问？如果是你的家人，你会这样问说：你为什么不救他吗？好像不会哦，你会跟他同在，你会跟他陪着他走过这一段伤心的路。哦，所以要这个 house 房屋变作 home 变作家，咱真重要。伫迄个所在爱安那。咱手指伸出去都是怎样？都是在指别人，手指都指向别人，要求别人改变。这是什么？这是社会啦。我们的社会，不管在学校、在职场、在社会上面，我们常说你要改变，你要变得更好。你本来考40分的，现在变成考50分，考50分的你要考60分，这样你才叫做日日进步。但有可能安呢？但是信用的态度是什么？信用的态度是讲，我们要花时间审查，审查是改变的源头。特别伫哥林多前书10章28节讲，人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圣餐经讲，人当自己审查。审查其实是安那，爱愿意花时间呐，咱愿意了时间无？要让家。房子变成家，要让 house 变成 home， 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在上面？那要了时间无？迄是一种的操练。操练是咧讲什么？操练底下卢允讲，操练 discipline 是个不受欢迎的字词，却是门徒道途的写照了吼。做门徒这件路途的一个写照，门徒必须按自己特有的生命、工作背景、性情去跟从主，并在生活中实践爱心，慷慨不已。你爱家己安那，照家己的性命、特有的性命、工作背景、性情去跟对主，所以不是咧要求讲，你就是要必须要这样做。你就是爱安尼做，你才叫做什么？跟从主。每一个人领受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伫伊的生命内底，可能拢有无同款的方式，要去伫迄个所在去跟对主。然后上重要，在生活中安那，爱去践行爱，爱去实践，行出疼，要去实践。行出爱，然后慷慨不已。伊讲这叫做 discipline。所以，咱每一个人唔通是讲都要跟我一样，
在台湾受到这种的教育起来，我们都在讲什么？要统一，包括联考，现在考试制度，真讲以前一次学测就好了，现在那么复杂，有当时你会发现讲，这就是咱的性命。咱的性命，大家人拢有无共款的特质，你要安怎去欣赏他的特质，让他接纳他，在这个家中，让你的房子变成家。所以第一个所在，我用这个叫做自我审查。自我审查，伊讲我用4个叫做独处、独身、祷告、觉知。什么叫做独处？独处其实就是与上帝教会重新发现群体共同的呼召。这爱通过什么？读圣经，咱有咧做无？有，咱逐工拢有读圣经的进度。伫咱的网页顶头，咱的 homepage 内底，咱嘛使找到这进度、这物件。科牧师嘛有咧讲，有人袂晓读，我都迄落，你就照抄啥物？我写伫遐感动我的一句圣经。嘛安尼伫遐安尼咧甲咱讲，这是一个独处，诚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独处的时间。咱才有法度安那。发现讲咱嘛是咱伫迄个所在会去发现群体共同的呼召。过来咧讲咱爱独身，毋是讲叫咱莫结婚哦，毋是独身是咧讲啥物？讲爱为家己甲上帝留下神圣的空间，让圣神可以动工。什么叫做留下神圣的空间？你来想看觅，每次你读经完毕、祷告完毕之后，你匆匆忙忙的结束，继续下一个行动是不？是我愿意多出5分钟来，安安静静在那里，无做什么代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浪费5分钟。伊讲那个时间就是要安那静默，伫咱咧读圣经，伫咱伫遐咧祈祷的时阵，需要什么？有迄个神圣的空间，让圣灵在那里动工。伫迄个内底，你讲爱需要有这种的时间，然后祈祷，祈祷就是安那，将凌乱的思绪化为与上帝的契合，成为力量。这就是咱听祈祷，就是咧和上帝什么沟通嘛，交通。然后觉知，不是祈祷了就煞。我觉知说，要更新与上帝与人的一切关系，朝向和好去行动。咱来安那，不是安尼尔，你要交做一个心智，你要心智更新，要穿上新我，然后爱个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新我，不是照自己所想。所以你这个中间，你都要安那，要更新，我要怎么跟上帝和好？我要怎么跟一个我讨厌的人和好？有没有你讨厌的人？有你看到就会生气的人无？有。我跟你讲，我以前和我的囡仔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他都从来不照我的想象、我的理想下去走。甲伊讲电锅不能摸你就看手就伸出去啊！你说不能的东西，他就是要伸出去了。他到学校。小学1年级去好好，第一天就跟老师讲什么？老师，我学简单的字就好，难的字我不学啊。以前常常会穷顿，到有一天我发现讲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到说，我在上帝面前，我会不会像我的小孩子？一直拢安那，不是照上帝的意思来行，一直拢照家己的意思。一直都在惹天父阿爸生气。上帝常常惹他生气，他为什么还那么爱我？我想说，袂使改变对我的囡仔的态度。我其实是从那边开始慢慢的改变。牧师娘伊就知，有一季伫圣经下，我受气到从迄个浴室的门就给踢破。所以，咱要安怎觉知讲，要跟人、跟上帝的一切要更新这些关系，朝向和好。这就是咱爱带出来的行动。其实，
我知影大家人拢有在做，但是呢，我希望的是，咱既然要去的时候，我们再多走几步路了。多走哪几步？多走哪几步？他们都在讲读经，咱让一句话或一个经文陪伴你一天。我伫爱修会内底有一个姊妹和我分享，讲牧师傅，我若吼，我一个袋仔送你，伊做一个小小的迄个袋子，伊讲这个要创啥？伊讲伊甲迄个袋仔，甲伊今仔日感动的经句。读圣经时感动的金句，就安那，甲下伫迄个袋仔内底，拢甲下伫落袋仔。想到的时阵，啊，就甲摕出来，甲迄句经句安那念一下，啊，搁甲收咧，搁甲下咧。我讲伊即个是啥物？伊真正去实现讲安那，每日善思啥物？你的话语，咱咧读圣经是不是？我读经读完了，我可能我找出了一个我感动我的经节，然后安那。好了，今天的功课已经结束了，我要去忙我自己的了。咱好这个无好这个金句啊那陪着我们，所以我们可能再多走几步，让经句、让经文啊那陪着你一天的生活。想到时，就搁甲提起来啊那，甲念一下就蛮好。哦，想到甲提起来念一下。伊讲哦，伊去到伫监狱咧做监狱的事工，伊嘛安尼去教这个啥物受刑人，拢。掐一个袋啊，上瘾，讲你读圣经感动的话，你就把它抄起来放着，然后就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想到都给它提出来它。我讲这个是一个好方法，让我们怎样可以实践什么？规工咱拢会使安那思考上帝话，伫生命记内底讲，你爱家己安那写咧，爱安那刻伫手安那刻伫额头，刻在额头，你要写在，你要终日安那底下默念。上帝的话语，静默，咱的静默共款，咱就含人咧迄落中间，再走一里路。迄个静默，毋是干那迄落尔，含人的季节，特别是最近应该说这30年的中间，这个科技的发达，所以很多东西是什么？透过这个网络的传递非常的快。所以有当时你会发现到讲哦，一句话写出去啊，写唔对，还好现在赖还可以怎样回收哦。但是你回收之前有几个人看过了，你知道吗？哦，所以有当时安尼，所以静默其实就是讲安那，嘛咧互咱讲做，比如，我唔是干那读圣经的时阵，那一段时间我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发表意见前先想一想，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迄嘛是一种的操练。毋是干那伫讲，我要讲我讲的，想要讲的，发现说讲错话了。哦，然后呢，交通，咱咧讲祈祷是咧交通啊，你的交通，你是干那报喜不报忧，还是说你愿意把每一件事情都跟上帝、跟耶稣分享？你有法度安尼无？伫行动顶头会使安那？你会使在一切的事物上发现上帝的同在无？你有法度伫真济代志顶头发现种上帝的同在无？有当时你发现就讲，我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你有发现说，在那些东西上面，好像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这是我唔茫讲，咱会使搁加，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他们都在这种自我反省内底，底下咧讲。咱有独身，有独处，有咧读经，咱有独身啊，底下静默，咱嘛底下读经祈祷，跟上帝交通。我们有行动决志要做什么事情，再往前走几步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邀请上帝更多的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过来，当然要好。house 变做一个 home， 还佫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安那谦卑。现代的教育拢爱讲安那，你爱家己做 promote， 要自我 promote， 你爱安那自我安那推销。特别是啥物？受到美国的教育，你有20分，你有20分的东西，你要把它说成80分，结果到尾拢变做啥物？碰风。
所以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对立点文的 humilis 来。humilis 的意思就讲伫涂骹啦，就好亲像什么？这张图共款，这个王安啊，愿意行落来，毋是叫逐个人去你遐个，伊就是伊家己安那弯腰行落来，行落来伫迄个所在。谦卑就是我都诚实的面对自我的限制，知影家己的限制是什么？迄是谦卑。谦卑是什么？诸神看上帝而常常忘我。哦，主要看上帝，毋是咧想着我，是看上帝。伫遐安那平凡的默默无闻且双手劳作，谦卑是毋是要讲安那？逐个人的焦点都要在我。谦卑是我著点点啊做。有真侪台湾的基督徒，特别女性的基督徒，真正真谦卑，点点啊做。有当时咱拢毋知影讲啊，其实咱的一场的礼拜，咱有真侪同工是点点啊咧付出，特别是什么？咧甲咱清洁、维持教会的清气，桌啊椅啊的清气，这些清洁的人员，他们说在那边静静的做，那是一个谦卑的行为啊。过来讲谦卑啊，不将自己看得太重，正确的看待事物，不是干那一直咧讲强调我看得太重。然后谦卑上重的是啥呢？以怜悯的方式与别人建立关系，会使安那？会使咱有怜悯，会使咱有怜悯。所以底下咧讲，我们的底下咧做，我们想要去成为邻舍的好邻居。咱想要行做好厝边的时阵，咱唔通想讲，我不是只有单单要让人来信耶稣，不是只有单单让人来信耶稣，因为啊那单单要让人来信耶稣，啊，伊若拢不爱来信的时阵，你不爱和伊做好厝边是不？我还是要跟他一起怎样成为好邻居啊？所以信耶稣不是目的，信耶稣绝对不是目的。哦，不是讲因为你迄个目的无达到的时候，我就不要了。信耶稣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希望咱甲伊三甲做伙，可以会使感动家己自愿来亲近耶稣。他是必须自己愿意来亲近耶稣，不是亲像真侪即摆有一寡教会安那，底下讲啊，你来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哦，陈义仁牧师捌为一场迄落吼。讲叫做什么？信耶稣得水牛，想要得水牛，其实不是讲会使得到水牛，是因为那一面墙年久失修了吼，得永生的几点，甲个身吼几点啊那落差啦，所以到最后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哦，有当时咱安尼，所以咱其实是要和人安那共同追寻生命，咱和人共同在追寻生命。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咱伫遐追求上帝公义甲圣洁，咱伫遐上帝开放领受的恩典的时阵，人家就自然会来亲近耶稣。不是我要叫你来信耶稣，是咱要真做人的好朋友、好厝边，因为咱的行为，因为咱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生活当中所展现的。一种圣灵的果子，让人家愿意来亲近耶稣、认识耶稣。所以，搁一遍讲，谈多讲台讲，那一幅图画，请记在心里，不要让承载生命的方舟被充满荆棘的爱心所围困了。方舟是伫上帝要毁灭世界的时候，承载着。所有的物种生命的一艘船，那阿伫内底，所有的动物伫内底，这架方舟会不会在今天？我们虽然有爱心，但是那一个爱心却是长满了荆棘。拢想要安那？我有听你，但是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方式走，我才要疼你，我才要爱你。虽然他知道你有爱，但是那个爱充满着荆棘。让人家不敢靠近的时候，这台方舟会开得非常的辛苦。咱要讲就一个厝，这个家，这个 house， 不是充满荆棘的，而是要把这些荆棘拨开，变成一个真的非常光滑，能够接纳别人
的一艘承载生命的船。我相信，咱若家己愿意，我们愿意让自己的心智更新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新造的人，愿意用领受的新的生命来陪伴别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一艘承载生命的船，那个爱心上面的刺会一根一根的被剥掉，我们就会得着许多的人。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领受你的恩典，却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忘记数算它。主，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教会130周年的生日过后，我们愿意多走几步路，时时刻刻记起你的话语，时时刻刻数算你的恩典，时时刻刻邀请你与我们共同生活，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主，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共同承载生命，让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可以将原本框住我们的许多荆棘一根一根的拔掉，让我们的爱成为一个平滑、接纳与领受恩典的爱。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士林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重新跟你立志，重新出发，得着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黄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要用这首歌。这首是台语的诗歌，但是青年人咱会当看到这个歌词，在给咱提醒，亲像要安怎会当真实成做一个家庭。这个曲是牙买加的曲，所以这个曲风会让我们的心得激励。但是要紧的是，伊的歌词咧，甲咱讲到，要安怎会当通过接纳，来经验耶稣基督接纳咱，经验伊真实听咱做阵来吟这首。主赞阮互相接纳，亲像你接纳阮，甲阮做兄弟姊妹，建立三听无烦，困求你点阮中间赞阮，信心坚定，阮拢受完全接纳，实现听当人心。主求你教阮学习日常生活中间，追求伫人生路途，信心毋忘帮赞。主赞阮关心别人，无分本顾我帮，无论伫啥种情境，拢伫扶持听谈。求主接纳改变阮感动，坚定心志，踏你伫现实中间，应听实行真理，尊叹你接纳无忧，直到真愿心福，这多领受你赦免，享受伊的快乐。请起立，咱吟第4再来。今日也有多人较无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接纳，得到弥报公义，用心的眼光风化凡事，坚持真实，求主诚心来敬信，讨帮阮的合意。咱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通过今仔日牧师因带咱看以弗所书圣经所互咱的提醒，我们如何能够在主里面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
心意更新变化，不只是跟天父上帝的亲近，更是在我们生活中间，特别是从我们生活中间，咱同亲密、同斗阵的人，咱肯行我意，咱肯开嘴，咱肯互相请安，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咱向主求，求主帮助咱。互咱的心灵，互咱甲咱边仔的人的关系，得到圣神真实的保守引带，通互咱伫今仔日这个世代，在今天这个局势变化这么快的时代，看起来好像非常多元、非常富足、丰富的时代，却是我们常常觉得找不到方向，触摸不到心灵。好像得不到满足的时代，我们开我们的心，我们开我们的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得着更新，再次立志，让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主来求。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恳求你各一摆帮助，通互我会当真做主你所欢喜的囝儿，我也恳求主你赐福看顾。通互阮会当在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真实的帮助。主是，愿主你引带保守阮，互阮的教会会当真实成做一个亲像你甲天父的亲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今仔日暗时搁一摆来阮讲话。你对你的宝座来到这个地面上，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身旁，却是要向我们展现出你跟天父上帝的合一那样的一个亲密。所以你也邀请你的门徒，你也邀请我们跟主耶稣你合一，就像你跟天父上帝的合一一样，那种亲密是真实的家庭。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跟天父上帝的合一，让我们能够在真实属灵的家庭里面愿意踏出去，愿意打开自己，愿意多请安一句话。求主帮助我们在士林基督长老教会家庭的见证上面，真实成为这个社区、这个世代的祝福，让我们自己先经历、享受在家的互动，在家的群体，在家的同在。谢谢你今天再次向我们说话。咱请黄牧师来给咱祝祷。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真做团契，互阮更较亲密，互阮感受到你的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引带，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感谢主引带咱今仔日的聚会。咱在四线的时阵，你毋知会记得今仔日黄牧师所讲的中间卢云，你若回去个熟悉，你再认识一下他，那是一个传奇人物。然后，但是呢，他去了多伦多的黎明方舟之家那个地方，那两个问题。等一下等下，请你至少找两个人，你敢问看卖？至少找两个人，那两个问题，那个两个，第一个是什么？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第二个 ，Are you at home tonight？ 你今天会回家吗？好像大家都会不一定人回去，心有没有回去你至少找两个人，好不好？然后你跟他讲，问这两个问题。当然，事实上问的那个问题就直接倒转来，咱家己想看卖我的家在哪里？我有没有委身投入那边然后呢，我今天有没有真的回家
来，互相用这两句来请安，平安，平安。